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幾時生日㗎？每年生日，爸爸媽媽又係點樣幫你哋慶祝嘅呢？Bonnie今日生日啊，不過佢唔係咁開心，因為屋企人似乎忘記咗佢今日過生日噃。究竟係咪真嘅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誰記得我生日？作者李明竹，繪者Lynn Majors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布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今日Bonnie起身起得特別早。琴晚呢，佢已經連續睇過2次日期，確定今日就係自己嘅生日啦。Bonnie佢着上紫色嘅新衫，喺度諗，今日一定要食到好味嘅生日蛋糕啊！兔爸爸呢，就喺庭園度為欄杆上油漆，見到Bonnie同埋哥哥瑞比嚟到，佢就話啦。你哋兩個嚟得真係啱啦，幫幫手移一移個小花盆啦。冇人同Bonnie講生日快樂啊！兔媽媽呢都喺市場度返嚟啦，佢匆匆咁望咗Bonnie一眼，就同佢講話啦。Bonnie啊，整理庭園呢唔好着新衫喎，好容易整污糟噶。但係媽媽話生日可以着新衫噶噃。油漆呢就搞掂啦，兔爸爸呢就坐喺凳上面睇報紙。Bonnie就諗啦，唔通爸爸佢冇見到月曆上面個紅圈圈？Bonnie 啊，幫我攞台面本雜誌俾我啊。哦。哎呀，Bonnie啊，我唔係要呢本啊，你都冇聽清楚，又冇睇清楚我隻手指住邊本。Bonnie覺得好委屈啊，佢嘟住個嘴，大力咁樣將本書抌低啊！突然之間，哇！我件衫啊，媽咪！媽咪，你睇下，一日都係爸爸啊！哎喲，做乜嘢啊？兔媽媽呢隻眼睛繼續望住本食譜，點算啊？我件衫啊，黐滿晒油漆啊！兔媽媽耷低頭望一望，哎呀，點會咁噶？媽咪，你都冇聽人講嘢。我知，係爸爸呢冇將啲嘢講清楚。唔緊要啦。好緊要啊！呢個時候，Bonnie嘅眼睛已經閃住淚光啦。我件新衫啊，黐滿晒油漆啊！爸爸呢一朝頭早呢就忙住整理庭園，好攰噶，你體諒佢啦。兔媽媽呢就攬一攬Bonnie啦。做家務嘅時候呢，記住唔好着新衫啦，下次快啲換咗佢啦。Bonnie換好衫，返去庭園啦。棚架呢就已經搭好咗啦。頑皮嘅瑞比呢偷偷地爬上去棚架頂度。哎呀，哥哥你爬太高啦！兔爸爸抬頭一望，大聲咁樣呢叫瑞比落返嚟，小心啲啊！快啲落返嚟。真係奇怪啦，點解我生日大家就忙住整理個庭園嘅？哎呀，我唔記得咗買整布甸鐘嘅材料啊！呢個時候呢，兔媽媽匆匆忙忙咁樣走出廚房。爸爸，你去幫我買啊！好，兔爸爸一口就答應咗啦。耶！有我中意食嘅南瓜布丁鐘。哇，瑞比好開心啊！但係呢，Bonnie就相反啦，佢覺得好失望。
我生日啊，我想食生日蛋糕啊，連媽媽都忘記咗我個生日咩？喺市場度，兔爸爸買好雞蛋啦。佢行出雜貨鋪，見到前面呢咁啱有個南瓜攤檔喎，於是呢又急急忙忙咁樣走返入去雜貨鋪啦。咦？點解淨係得一個南瓜嘅？你唔係話見到賣南瓜嘅就買一個南瓜返嚟，唔係就咁咩？我嘅意思係呢，買一盒雞蛋，再買一個南瓜。爸爸，麻煩你再去買一盒雞蛋啦。哦，好啦好啦。爸爸仲話妹妹冇聽清楚，其實佢自己咪係咁。但係呢，邦尼笑唔出啊，明明係佢生日啊，但係呢就整咗哥哥中意嘅布丁鐘。唔通佢哋真係全部都唔記得咗？終於呢，兔爸爸將雞蛋同埋南瓜都買齊晒啦。兔媽媽就話咯，時間呢就有啲趕嘅，大家一齊嚟幫忙啦。只要跟住個步驟做，就會有好好味嘅南瓜布丁鐘噶啦噃。一齊整甜品，大家都好興奮啊！但係呢，邦尼就唔係咁開心啦。兔媽媽將蒸好嘅布丁鐘放喺雪櫃度，開始焗披薩啦。邦尼呢，正想話俾大家聽，其實今日係自己嘅生日，但係就聽到媽媽話啦：嗱，你哋去客廳度玩陣先啦，等陣就會有好味嘅披薩同埋南瓜布丁鐘噶啦。邦尼真係好傷心啊！真係冇人記得今日係佢生日。呢個時候，門鐘突然之間響起，邦尼呢跑去開門，有位阿姨呢就攞住一盒士多啤梨蛋糕。你係咪邦尼啊？生日快樂啊！邦尼有啲驚訝咁望住阿姨，啊，正諗住回答嘅時候，邦尼生日快樂啊！生日快樂啊，邦尼！嘻嘻，妹妹生日快樂啊！兔爸爸、兔媽媽同埋瑞比大聲咁唱生日快樂歌俾邦尼聽，邦尼開心到攬住爸爸媽媽。原來你哋都記得我嘅生日啊！當然記得啦，所以呢，我哋先至請兔阿姨為你準備好食嘅士多啤梨蛋糕啊嘛。兔爸爸就宣布啦，驚喜慶生會將會喺10分鐘之後開始。兔爸爸同埋兔媽媽仲請咗邦尼嘅好朋友小熊壯壯啦、小鹿斑斑、小貓咪咪，仲有小豬豬豬添啊！佢哋呢都一齊嚟參加呢一場驚喜嘅慶生會。大家呢都紛紛送上生日禮物俾邦尼，實在太好啦！多謝你哋啊！邦尼覺得今年嘅生日真係又驚喜又有趣啊！哦，原來屋企人同埋朋友唔係忘記咗邦尼嘅生日，而係為佢準備咗驚喜嘅生日派對啊！小朋友啊，生日係屬於我哋自己最重要嘅日子，大家都為我哋慶祝，開心咁食蛋糕、收禮物嘅同時，記住要多謝爸爸媽媽，將我哋帶到嚟呢個世界上，享受我哋而家擁有嘅美好事物。祝今日生日嘅小朋友生日快樂，每日都健康幸福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我要聽日又上堂，我好中意呢個堂啊！小朋友究竟講緊咩堂？
就係表達能力 up 繪本課程啦，1個鐘頭嘅 Zoom 課堂，從繪本導讀開始。好，3、2、1，媽咪 home。以多元化嘅問題同小朋友展開自然對話。呢度有一間買甜品嘅鋪。故事之後，小朋友會透過趣味練習，學習組織語言，累積句子嘅長度。佢唔應該抌垃圾落地下，咁佢應該點做啊？應該抌去垃圾桶。係，冇錯啦。有條理咁表達情緒、原因、想法等等。我覺得呢班小朋友好唔開心，因為俾啲敵人捉咗。兔媽媽喺邊度做緊啲咩啊？兔媽媽喺廚房度煮緊嘢食。咁啊，兔爸爸呢？爸爸就喺凳嗰度睇緊報紙。犀利喎，爸爸。每位小朋友都有充足機會開口答問題同埋練習。卓喬試下。日光。不知不覺間提升5大能力。拜拜啦。小波老師，拜拜。拜拜啦。快啲加入我哋嘅課堂互動學習，提升自我表達嘅信心啦。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有冇見過農田啊？或者體驗種農作物嘅滋味呢？兔仔呢就向大熊借地種食物，不過貪心嘅大熊就想不勞而獲啦。兔仔會用啲咩妙計應對呢？一齊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兔子借地，作者張晉霖、李美華，繪者謝婉婷。大熊有一塊又大又肥沃嘅農田，擺喺嗰度呢就冇乜用。有一日，兔仔去拜訪佢，希望可以借到嗰笪地嚟種啲糧食，餵飽屋企人。貪心嘅大熊呢就唔想出一分力氣，但係又想得到一半嘅收穫喎。於是佢就話啦：笪地呢就可以借俾你。不過呢，你種出嚟嘅嘢要分翻一半俾我噶。兔仔諗咗諗，決定教訓呢一位貪心嘅大熊。佢就話啦：好，咁種出嚟嘅嘢，上面嗰一半就分俾你啦。返到屋企之後，兔仔就帶住一家大細過嚟開墾嗰一塊田地，勤勞咁耕作啦。過咗幾個月，佢通知大熊：聽日我哋就收成啦，你過嚟攞你嗰一半啦。第二日，大熊呢好開心咁孭住個大簍子出現啦。不過佢諗都冇諗過，兔仔種嘅係馬鈴薯啊！馬鈴薯生長喺地底下邊，地面上面嗰一半得啲葉咋。結果大熊一粒馬鈴薯都分唔到，淨係分到上面嘅葉咋。過咗幾個月，馬鈴薯呢好快就食晒啦。兔仔又去向大熊借地，大熊就話啦：上次你呃咗我好嬲啊！今次我要你種嘅嘢嘅下邊嗰一半。大熊仲係咁貪心，冇得到教訓。兔仔諗咗諗就話啦：好，咁我哋就咁講定啦。又過咗幾個月啦，兔仔嚟通知大熊可以去攞佢嗰一半收穫啦。呢一次呢，大熊推住架推車嚟到農田度，打算搬走所有嘅馬鈴薯喎。不過佢諗都冇諗過，今次兔仔種嘅係麥啊，上面嘅麥穗全部俾兔仔攞走咗啦，剩翻低下面嘅一半，全部都係唔食得嘅麥乾啊！今次大熊真係好嬲啦！以後啊，除非你將上面同下面嗰啲收成都俾晒我，否則我一定唔會再借地俾你噶。兔仔本身呢，只係諗住教訓一下大熊嘅啫，睇見佢咁嬲啊，自己都覺得唔好意思啊。只不過呢，大熊真係越嚟越過分啦。如果要將所有嘅收成都俾晒佢，咁兔仔一家
仲食啲乜嘢啊？諗咗陣之後，兔仔就問啦：既然你要上面同下面嘅收成，咁留翻中間嗰橛俾我好冇？大雄心入邊諗：傻兔仔，中間除咗莖之外，仲有啲乜嘢剩啊？於是呢，就繼續將笪地借俾兔仔啦。呢一次呢，大雄每一日都跑到去農田嗰度，偷偷地睇下兔仔喺度種啲乜嘢嘢。當佢發現兔仔種嘅竟然係粟米嘅時候，佢只能夠偷偷傷心咁樣離開啦。大雄越諗越後悔，唉，最衰都係我自己啦，一直想佔兔仔便宜，今次我真係唔使旨意再分到啲乜嘢嘢啦。而大雄嘅一舉一動，全部都俾兔仔見到晒。呢日朝早，大雄瞓醒啦，打開道門，發現有一大簍嘅粟米喎，仲有張紙條添。大雄先生，請你收咗呢份禮物啦，多謝你將笪地借俾我哋先至可以耕田、生活同埋填飽肚子咋。兔仔敬上。大雄微笑咁收咗呢份禮物，佢突然之間覺得今日嘅陽光好溫暖、好燦爛。小朋友啊，兔仔係咪好聰明呢？知道大雄想不勞而獲，於是3次都用咗聰明嘅方法應對。不過為咗多謝大雄借地俾自己，最後都係送咗啲粟米俾佢。我哋一齊向兔仔學習，做個勤勞又善良嘅人，照顧好自己之後，再幫助有需要嘅人啦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大家好，圈圈村今日嚟咗一個奇怪嘅訪客。村民見到佢同自己生得唔一樣，全部都話要捉住佢喎。究竟佢係邊個呢？佢嚟圈圈村要做咩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喂，你是誰？作者李建銳，繪者 Wing。從天空向下望，圈圈村就好似一個甜甜圈，一間間屋就好似灑上咗各種顏色嘅朱古力米。村入邊嘅人個個都有圓圓嘅鼻子、圓圓嘅眼睛、圓圓嘅面同圓圓嘅身體，有圓圓嘅髮型，留住圓圓嘅鬚，仲戴住圓圓嘅帽子，着住圓圓嘅鞋。村入邊嘅嘢都係圓嘅，路邊有圓圓嘅路燈啦，圓圓嘅樹，擺住圓圓嘅長凳，河邊呢有圓圓嘅鵝卵石，仲種咗好多圓圓嘅西瓜添。夏天嚟啦，村民忙住採收圓圓嘅水果，大家都攞住圓圓嘅大剪刀，咔嚓咔嚓，剪低圓圓嘅果實。西瓜田旁邊出現咗一個奇怪嘅男子，佢戴住尖尖嘅帽，有尖尖嘅鬍鬚同尖尖嘅下巴，手上面仲攞住一把尖尖嘅鐵剪刀，用古古惑惑嘅三角眼喺度左顧右盼。喂，你係邊個啊？村長覺得好奇怪，對住尖尖人大嗌一聲，尖尖人呢都嚇咗一跳，緊張到講唔出說話。喂，放低剪刀，唔好喐啊！村長行近一步，更加大聲咁對住佢講。尖尖人好似觸咗電咁跳咗起嚟，邁開細長嘅雙腿，跑咗入去小巷子入邊。你一定係嚟偷西瓜噶啦！村長同佢個小狗氣喘喘咁追咗上去。
尖尖人踢翻咗牆角嘅垃圾桶，驚醒咗牆上面嘅大橙貓。尖尖嘅剪刀仲拮穿咗小朋友嘅氣球，一路逃入公園入面。喂，快捉住嗰個小偷啊！圈圈村嘅村民全部都跑晒出嚟，長長嘅好似湯圓咁嘅人龍緊緊追住尖尖人。嘣一聲，尖尖人撞到一個龐然大物。啊，原來係一位面上掛住微笑嘅老先生。喂，西瓜伯，快啲捉住嗰個人啊！點解要捉住佢呢？佢又同我哋生得唔一樣，仲拎住把大剪刀，一定係壞人啦！西瓜伯笑呵呵咁解釋：呵呵呵呵，你哋誤會晒啦，佢係尖尖村嘅阿三，我田裏面嘅西瓜大豐收啊，所以咪請佢過嚟幫手咯。對唔住啊，我哋誤會咗啊！村民面都紅晒，好唔好意思？冇事，大家跑咗咁耐，一定好攰噶啦。我請大家食西瓜。西瓜伯笑咪咪咁話：我嚟幫大家切西瓜啦！阿三攞起尖尖嘅剪刀，唰唰唰，一下呢就剪好晒啦。圈圈村嘅村民終於鬆咗一口氣啦，每個人都攞住西瓜喺河堤上面排排坐。阿三俾大家包圍住，咬咗一啖西瓜，笑得好開心。小朋友啊，圈圈村嘅居民最後終於搞清楚啦，原來阿三係隔離村嘅村民，又係西瓜伯嘅朋友，先至化解一場誤會。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，好容易會遇上同我哋唔一樣嘅人，可能係頭髮嘅顏色啦、皮膚嘅顏色、講嘅語言等等。就算佢哋同我哋唔一樣，大家同樣都住喺地球村，即使唔認識，都要禮貌咁相處，做一個善良嘅好孩子啊！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個故事，歡迎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！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今日小熊同埋兔媽媽好開心咁去同豬奶奶道謝，但係豬奶奶呢就話自己琴日全日都冇出過門口喎，冇幫過佢哋噃。究竟係點嘅一回事呢？唔通豬奶奶佢失去咗記憶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豬奶奶不在家，作者顏玲玉，改編李美華，繪圖周紅、張俊霖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佈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喺一個美麗嘅早晨，陽光照耀住翠綠嘅森林，雀仔呢就喺枝頭度唱歌。小狐狸呢捧住啲蜂蜜，想送俾豬奶奶，所以呢佢歡歡喜喜咁樣行去豬奶奶嘅屋企啦。行近豬奶奶屋企嘅時候，小狐狸好大聲咁嗌：豬奶奶，我嚟啦！不過呢就冇人嚟開門喎。小狐狸仔細一望，發現大門上面貼咗一張畫，畫入面呢，豬奶奶一手攞住個籃，一手呢就指住遠方。小狐狸心入邊諗：睇個樣，豬奶奶似係出咗門口喎。原來
唔識字嘅豬奶奶成日都會用圖畫嚟表達佢嘅意思嘅。於是乎呢，小狐狸呢就將啲蜂蜜擺咗喺門口度。佢心入邊諗：豬奶奶佢返到屋企見到之後，一定好驚喜嘅啫。佢擺低咗啲蜂蜜，唱住歌咁返咗屋企啦。冇幾耐，小熊呢就稱住啲紅蘿蔔嚟到豬奶奶屋企啦。弊啦，豬奶奶唔喺屋企添。望到門上面嘅畫，小熊呢就有啲苦惱啦。原來熊媽媽要小熊將自己種嘅紅蘿蔔送俾豬奶奶品嘗，順便呢就問佢借啲蜂蜜。呢個時候呢，小熊耷低頭一望，哇！門口嘅地上面放住咗啲蜂蜜喎，真係太好啦！小熊又驚又喜，心入邊諗：豬奶奶真係太厲害啦，知道我會嚟，預先將啲蜂蜜留低咗。過咗冇耐，小兔子呢都一蹦一跳咁樣呢去到豬奶奶嘅屋企度。原來因為佢屋企呢嚟咗好多客人啊，啲嘢食唔係咁夠，所以呢兔媽媽呢就要佢去豬奶奶屋企度借啲紅蘿蔔嚟招待客人啦。小兔子呢嚟到豬奶奶嘅屋企，發現呢豬奶奶唔喺度噃，不過呢門口就擺咗一堆紅蘿蔔。點算好呢？佢猶豫咗一陣，心入邊諗：媽媽急住要用，都係將啲紅蘿蔔帶咗返屋企先啦。呢一日，豬奶奶呢，佢去到好夜先返到屋企啊，完全唔知道白天喺佢屋企門口發生嘅一連串事情。去到第二日嘅朝頭早，小熊同埋兔媽媽呢都同時嚟到豬奶奶屋企啦。小熊就話啦：多謝你琴日借啲蜂蜜俾我啊。兔媽媽就話啦：真係好多謝你琴日借啲紅蘿蔔俾我啊。豬奶奶呢就越聽越糊塗噃，佢就話啦：琴日我都唔喺屋企，點可能借到啲嘢俾你哋呢？呢個時候呢，小狐狸就出現啦。豬奶奶、兔媽媽同埋小熊呢，七嘴八舌咁樣將件事講咗俾小狐狸聽。哎呀，真係好奇怪啊！係啊，好怪啊！點解會咁奇怪嘅呢？其實一啲都唔怪噶。小狐狸笑住咁同大家解釋：啲蜂蜜係我送俾豬奶奶嘅，後嚟呢就俾小熊攞走咗，跟住小兔子呢就攞走咗小熊啲紅蘿蔔。件事就係咁簡單啫嘛。聽完小狐狸嘅解釋之後呢，豬奶奶、兔媽媽同埋小熊呢都恍然大悟，終於明白晒啦。哎呀，睇嚟呢，你哋都要多啲跟我學習，以後有啲咩事情呢，都畫幅畫話我聽，咁大家呢就唔會咁迷迷糊糊啦嘛。哦，原來唔係豬奶奶失憶，而係小狐狸、小熊同埋小兔擺低咗啲嘢，又或者攞走咗自己需要嘅東西，但係就冇畫幅畫或者寫張字條說明情況，難怪豬奶奶呢會一頭霧水啦。小朋友啊，我哋不妨學習豬奶奶嘅細心，盡量將啲事情呢記錄落嚟，又或者交代清楚。例如，我哋可以透過寫便條，又或者係傳信息，話俾屋企人聽。
呢啲你親手做嘅曲奇係留俾佢哋食嘅。又例如歸還玩具俾朋友，我哋可以寫一張便條去多謝朋友借出玩具。又或者我哋冇辦法出席朋友嘅生日派對，都寫一張便條或者卡仔，講明原因，並且再次多謝對方邀請自己。等我哋一齊養成細心體貼嘅好習慣，做一個為人設想嘅人啦。好啦，故事呢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知道好多小朋友從 K2 開始就會密鑼緊鼓咁準備小一面試，聲小說話訓練班為大家護航。訓練班透過趣味遊戲增強詞彙同埋說話條理。喺圖一嗰度，喺個籃度上邊有蘋果，但係去到圖二呢，上邊就冇咗一個蘋果。說故事訓練，提升邏輯同埋組織句子嘅能力。生活思考題，練習解難同埋流暢表達。將你見到嘅嘢再講一次出嚟。我啱啱喺候機室度，我見到一個人呢就放低咗個袋。希望小朋友無論介紹自己、講故事，抑或同人溝通，都能夠做到有自信、有條理。歡迎加入我哋嘅課堂，一齊飛躍進步啦！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小紅呢今日同媽媽一齊去到森林度散步，點知呢小紅就跌咗落去一個深深嘅樹窿度，嚟到一個充滿花花嘅地方，究竟佢會遇到啲咩事呢？一齊嚟聽下佢嘅故事啦！小紅夢遊花景，作者周淑萍，繪者邱千蓉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佈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喺一個春天嘅早晨，熊媽媽帶住小紅一齊去到森林入邊散步。陽光喺樹林之間細細咁灑落，暖暖嘅風吹埋嚟，小紅好有精神咁，大步大步向前行。媽媽就提醒小紅啦，唔好行咁快啊，慢慢搵下路邊啲小蘑菇，摘多幾朵，晚餐呢，我哋就可以煮啲濃湯嚟飲噶啦。小紅好開心啊！喲呼！諗起媽媽要煮嘅濃湯，佢感覺自己啲口水就嚟要流出嚟啊！熊媽媽就話啦：有啲花呢就可以用嚟做料理嘅，唔知道加落去啲濃湯度，滋味係點嘅呢？花都可以食？小紅嘅腦入邊呢，即刻出現咗好幾種用花嚟做嘅料理嘅模樣。好想食啊！小紅諗下諗下咁，一個唔留神，俾一棵大樹根絆倒咗，碌咗落去一個深不見底嘅大樹窿啊！哇！樹窿又深又長，好似一條大水管瀡滑梯咁，小紅驚到唔敢打開隻眼啊！嘣一聲，小紅嘅屁股呢坐咗喺一堆吉吉嘅東西上面。哎喲喂！俾佢壓住嘅玫瑰花呢，同時都發出哎呀哎呀嘅慘叫聲。小紅趕緊起身問：真係好對唔住啊！請問你哋知唔知道邊啲花朵係可以用嚟做成料理噶？啲玫瑰花呢睇落去好似一排排衛兵咁，佢哋話能夠做成料理嘅花兒就有好多嘅，
只不過今日係我哋嘅音樂會，你要一齊嚟幫手，我哋先話你聽。小熊沿住玫瑰花衛兵嘅方向一路向入面行，前面呢出現咗好幾朵大大嘅牽牛花，不過呢，佢哋互相纏埋一齊，亂七八糟。小熊呢好細心咁樣幫佢哋整理藤蔓，並且呢將擔任低音喇叭嘅大牽牛花纏喺支架嘅底下面，再將擔任高音喇叭嘅小牽牛花往上面攀，嚟練習睇睇先。效果唔錯咁噃。而風信子呢就擔任搖鈴手，小熊呢將佢哋調校至迎風嘅位置，叮當叮當咁樣作響，好好聽啊！着住一身高雅禮服嘅鳶尾花，請小熊幫佢架住鋼琴，試彈咗幾聲之後，聲音輕柔又優雅。哎呀，弊啦弊啦！原本擔任指揮家嘅蒲公英，突然之間俾風吹走咗啊！點解偏偏係呢一個緊要嘅關頭發生啲咁嘅事啊？大家緊張到花容失色，唔知道應該點樣做先好。啊，有啦！小熊可以幫忙啊！佢陪住大家練習咗咁耐，等佢嚟做指揮呢就最好啦。表演正式開始啦！彩色嘅花海跟隨住音樂一同翩翩起舞，實在太精彩，太精彩啦！觀眾拍手叫好，表演者呢紛紛一鞠躬，小熊指揮家更加係收到好多禮物啊！一陣奇異嘅風吹埋嚟，濃濃嘅薰衣草香令到小熊嘅眼皮呢越嚟越重，真係好想好想瞓覺啊！小熊，小熊啊，醒下咯，我哋夠鐘返屋企噶啦！小熊打開眼睛，發現自己瞓咗喺棵大樹度，媽媽正喺度微笑咁望住佢。媽媽望住小熊脹卜卜嘅袋仔，哎呀，玫瑰果醬、茉莉花香包，你點解會有呢啲嘢嘅？小熊好自豪咁話：呢啲係我做指揮家嘅禮物嚟㗎。小朋友啊，小熊嘅奇遇呢真係非常之美妙啊！唔單止成為咗花兒音樂會嘅指揮，而且仲收穫咗好多禮物添噃。大自然有各種美麗嘅花花草草同埋樹木，大家親親大自然嘅時候，記得要愛護每一草每一木，因為佢哋唔單止給予我哋美嘅享受，而且仲係唔少動物美麗嘅家園。好啦，故事就嚟到呢度。快啲嚟社群投票啦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中華文化小教室隆重登場啦！我哋推出一系列中國非遺手作課程，專為5至9歲小朋友設計。課程包括製作傳統花牌、迷你長洲包山、迷你醒獅獅頭、粵劇頭冠、傳統竹編線、
當然唔少得製作應節嘅中秋花燈啦。課程會為小朋友講解非遺文化知識或者節日小故事，再手把手教授點樣製作以上作品，一齊投入繽紛嘅中華文化世界啦！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爸爸媽媽生日嘅時候，你哋係咪都會準備生日禮物嘅呢？小豬米米嘅媽媽生日就嚟到啦，佢準備咗好多禮物，但係媽媽收到之後，唔單止喊起嚟，仲話呢啲禮物唔好添。究竟媽媽點解會咁講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不一樣的禮物，作者秦怡，繪者張善華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布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。媽媽嘅生日就嚟到啦，米米喺度諗，唔知送咩禮物俾媽媽好呢？今日係媽媽嘅生日，米米嚟到張媽媽嘅花園，挑選最靚嘅花朵送俾媽媽。返屋企嘅路上，米米見到陳阿姨屋企嘅樹上面有又大又紅嘅蘋果，心入邊諗，媽媽一定會中意食蘋果，仲會做成蘋果批俾我食添。米米行下行下，見到黃爺爺屋企嘅窗台擺咗一條好靚嘅頸鏈，米米又喺度諗啦。條鏈好靚呢，媽媽一定會中意噶啦。等我收埋喺個袋仔度先。米米嘅袋仔入邊呢，裝滿咗禮物啦，開心咁滿載而歸。返到屋企一見到媽媽，就大聲咁話：生日快樂啊，媽媽！媽媽見到啲禮物就問米米啦：米米啊，呢啲禮物係點得嚟噶？於是米米就將佢執禮物嘅經過話俾媽媽聽啦。媽媽好難過咁話：米米，媽媽做咩喊啊？米米，呢個真係好差嘅生日禮物啊！點解呢？媽媽唔中意玫瑰花、蘋果同頸鏈咩？你冇經過同意就攞人哋啲嘢，無論幾好嘅禮物都變得唔好啊！冇經過同意就隨便攞人哋啲嘢，就好似小偷一樣，媽媽係唔可以要噶。米米嚇親啦，佢真係諗都冇諗過要偷嘢，但係佢又真係冇問過人哋同意喎。媽媽，我只係想你高興，我唔知道咁樣係唔啱噶。媽媽安慰米米話：我哋去道歉啦，將啲嘢還返俾鄰居阿姨同埋爺爺啦。我好驚啊！我哋偷偷地放返去好冇啊？做錯事就要勇敢承認，唔能夠逃避，先至係媽媽嘅好孩子嚟㗎喎。張媽媽話：哎呀，好唔容易等到開花嘅玫瑰，點解俾人哋剪咗噶？唉。陳阿姨話：哎呀，我等住啲蘋果成熟，要做蘋果批噶嘛，真係失望咯。黃爺爺話：充滿回憶嗰條頸鏈唔見咗，嗰條呢係我第一次送俾黃奶奶嘅禮物嚟嘅。對唔住啊，都係我唔好，請原諒我啊。對唔住啊，我咩禮物都冇晒啦，仲要媽媽陪我去道歉。米米啊，你已經送咗最好嘅禮物俾媽媽啦，因為你嘅表現就係送俾媽媽最好嘅禮物咯。啊，我嘅表現？米米充滿疑惑咁諗。
雖然米米唔太明白媽媽所講嘅禮物係啲乜嘢嘢，但係佢知道以後再唔會隨便攞人哋嘅嘢啦。小朋友啊，米米將不問自取嘅物件一一歸還，並且真誠咁向大家道歉。媽媽好高興，認為呢一份係最好嘅禮物。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都一樣喎，唔係自己嘅嘢，唔好立亂去掂。想攞嘅時候，要問準爸爸媽媽以及物件主人嘅同意。試諗下，如果自己最心愛嘅玩具或者故事書無端端俾人攞走，你都會感到心急同埋難過噶嘛。所以我哋任何時候都唔好不問自取，並且要好好保管自己嘅物件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個故事，歡迎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係咪樂於分享嘅好孩子呢？今日為大家講嘅故事，主角狐狸媽媽似乎就唔願意分享啦。得到鄰居幫忙之後，竟然決定唔分享成果。究竟事情係點嘅呢？一齊嚟聽聽詳細內容啦。狐狸媽媽送蘿蔔，作者顏玲玉，繪者林明。狐狸媽媽同埋3隻聰明可愛嘅小狐狸住喺綠色嘅森林入面。佢哋有一塊菜園，依照季節嘅變換耕種唔同嘅蔬菜。秋天嘅某一日，狐狸媽媽就對小狐狸講啦：冬天嘅蘿蔔就最香甜可口噶啦，而家播種嘅話呢，時間就啱啱好。但係播種之前，成塊菜園都必須要翻土、整地、除蟲、施肥，有好多工作要做噶。狐狸媽媽要同時照顧3隻小狐狸，似乎就有啲忙不過來啦。於是狐狸媽媽只好吩咐小狐狸：你哋去幫我請牛媽媽、豬阿姨同埋紅姐姐過嚟幫手啊！牛媽媽、豬阿姨同埋紅姐姐好熱心啊！一聽到狐狸媽媽需要幫手啫，就即刻趕過嚟協助啦。大家唔怕辛苦，唔怕攰，好認真咁工作。狐狸媽媽就話啦：實在太多謝你哋啦！等到收成之後，我一定要一人送一大籃蘿蔔俾你哋。辛苦耕作咗幾個月之後，冬天來臨啦，蘿蔔都可以收成咯。狐狸媽媽就帶住小狐狸一齊拔蘿蔔。小狐狸好開心啊！佢哋話啲蘿蔔全部都好白雪雪、肥嘟嘟啦。望住豐收嘅菜園，狐狸媽媽都好高興。係啊，一定好好食噶啦！狐狸媽媽同埋小狐狸推住滿一車嘅蘿蔔，好滿足咁返屋企啦。喺路上，佢哋經過牛媽媽嘅屋企。媽媽，牛媽媽佢幫我哋翻土啦、整地，好辛苦噶喎。你話要分啲蘿蔔俾佢嘅？狐狸媽媽即刻話：噓，細聲啲啊，傻孩子！經過咗咁耐，佢應該都唔記得噶啦。你哋唔好咁多嘴。哦。過咗冇幾耐，佢哋推住架蘿蔔車經過紅姐姐嘅屋企。紅姐姐都幫咗我哋好多噶喎，係咪都應該分啲蘿蔔俾佢呢？狐狸媽媽即刻話：噓，傻孩子，細聲啲。大部分嘅嘢都係我哋自己做噶嘛，點解要分俾人哋呢？行下，豬阿姨嘅屋企就出現喺不遠處啦。
呢一次，小朋友開口之前，狐狸媽媽就已經率先話啦：嚟，小寶貝，行快啲，行快啲，千祈唔好俾豬阿姨見到啊！我哋嘅蘿蔔要食成年噶。返到屋企之後，狐狸媽媽就忙住將啲蘿蔔一堆一堆咁收落屋企嘅地窖啦。哎呀，呢班細路啊，轉下眼就唔見咗人，又唔嚟幫手啊！佢一個人搬到頭昏腦脹，忍唔住抱怨起嚟。狐狸媽媽，我哋嚟拜訪啦！突然之間，狐狸媽媽聽見門外出現叫喊聲，嚟到門前，佢發現牛媽媽、豬阿姨同埋熊姐姐以及小狐狸佢哋喺埋一齊，而且佢哋一人攬住一籃蘿蔔，佢就覺得好奇怪啦。點解會咁嘅呢？多謝你叫小狐狸帶啲蘿蔔嚟送俾我哋啊！鄰居之間互相幫忙係應該嘅，我哋唔可以收你啲禮物噶。幾位鄰居仲話，狐狸媽媽一個人要照顧3個小朋友，呢啲蘿蔔呢就請佢留低自己食。你嘅心意我哋心領啦，嗱，啲蘿蔔還返俾你啦。聽完牛媽媽佢哋嘅說話，狐狸媽媽好慚愧啊！唔單止塊面好興，連條頸都紅晒添。小狐狸望住媽媽，有啲擔心啦，心入邊諗：我哋偷偷地將啲蘿蔔攞去送俾人，唔知媽媽會唔會鬧我哋呢？小朋友啊，你哋話呢？小狐狸會唔會俾媽媽鬧啊？不妨向爸爸媽媽分享你嘅諗法。大家亦都可以諗下，如果你係狐狸媽媽，你又會點做呢？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我要聽日又上堂，我好中意呢個堂。小朋友究竟講緊咩堂？就係表達能力 up 繪本課程啦，1個鐘頭嘅 Zoom 課堂，從繪本導讀開始。好，3、2、1，媽咪 home。以多元化嘅問題同小朋友展開自然對話。呢度有一間買甜品嘅鋪。故事之後，小朋友會透過趣味練習，學習組織語言，累積句子嘅長度。佢唔應該抌垃圾落地下，咁佢應該點做啊？應該抌去垃圾桶。係，冇錯啦。有條理咁表達情緒、原因、想法等等。我覺得呢班小朋友好唔開心，因為俾啲敵人捉咗。兔媽媽喺邊度做緊啲咩啊？兔媽媽喺廚房度煮緊嘢食。咁啊，兔爸爸呢？爸爸就喺凳嗰度睇緊報紙。犀利喎，爸爸。每位小朋友都有充足機會開口答問題同埋練習。check 條試下。入工。不知不覺間提升5大能力。拜拜啦！小寶老師，拜拜。拜拜啦！快啲加入我哋嘅課堂互動學習，提升自我表達嘅信心啦！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有幾多個好朋友呢？同好朋友一齊玩嘅時間真係好開心噶。小豬姥姥呢，就1個朋友都冇啦。個個見到佢啊，都避開晒噶。於是佢就好想學受歡迎嘅小象咁表演噴水啦。究竟佢會唔會成功因此交到朋友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姥姥交朋友，原著劉婉文，改編李美華，繪者林明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佈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。姥姥係一隻快樂嘅小豬，成日都哼住歌周圍遊蕩。佢最中意呢，就喺泥漿度打滾啦，等濕濕軟軟嘅泥巴就好似棉被一樣冚喺自己嘅身上面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
魯魯好滿意自己嘅生活，除咗冇朋友啊！點解個個都唔願意同我玩㗎？佢成日都問自己，點解個個都好似避緊佢咁嘅？魯魯真係好想交朋友啊！呢一日，魯魯嚟到河邊，佢見到小象西西用長長嘅鼻子吸水，跟住朝空中噴灑出好似彩虹一樣嘅水柱，水珠紛紛灑落小兔嘅身上面。小兔好興奮咁大叫起嚟，好清涼啊，好好玩啊！沖完涼之後，小象同埋小兔好開心咁玩耍笑鬧，睇到魯魯好羨慕啊！我明啦，突然之間一個念頭走咗落去魯魯嘅心入邊，我知點解我識唔到朋友啦。魯魯急急忙忙咁樣跑返屋企，拎出佢嘅小面盆裝滿晒水。哎呀，你要做咩啊？魯魯嘅媽媽問魯魯：你將個地板搞到濕晒啦！係啊，我要學吸水啊！魯魯講完，即刻將佢個頭埋咗喺個盆入邊。哎呀，點解要學吸水呢？魯魯嘅媽媽聽完更加糊塗啦。魯魯將個頭埋喺水入邊，用個鼻大力咁樣吸咗一啖氣，跟住抬起個頭，咁樣想噴出一道水花。結果呢，唔單止冇彩虹啊，仲爭啲捉親自己添啊！你到底想做乜嘢啊，魯魯？魯魯嘅媽媽好心痛咁拍拍魯魯嘅背脊問：我想學西西咁用個鼻噴水啊，咁樣大家就會同我做朋友咯。哎呀，傻孩子！魯魯嘅媽媽繼續講：唔好吸水啦，如果你想識朋友，我有一個更好嘅方法，你想唔想試下？梗係要啦，媽媽！魯魯喺度催媽媽啦喎，快啲話俾我聽啊！好，嗱，咁樣啦，我哋將個面盆攞返入去浴室入邊先。第二日，魯魯又哼住歌出門口啦。呢一次佢冇先玩泥巴，而係直接去到小溪邊。咦？小象係第一個見到魯魯嘅，佢好驚訝咁問：魯魯，係咪你啊？點解你變到咁乾淨㗎？魯魯有啲唔好意思咁話：就係我啦，我已經學識咗沖涼啦，以後呢，我都會沖得乾乾淨淨噶啦。太好啦！小兔呢就話啦：嚟啊，我哋一齊玩啦！媽媽嘅方法真係有用啦！魯魯好高興啊，佢心入邊諗：原來大家係鍾意同乾淨嘅小朋友一齊玩嘅。小朋友啊，魯魯一開始唔知道點解自己冇朋友，於是打算學小象表演噴水，諗住咁樣呢就會受大家歡迎啦。結果呢仲搞到自己爭啲逐親添。其實要交朋友，成為受歡迎嘅人，都唔一定要用複雜嘅方法㗎喎。只要我哋做好自己，注意衛生，友善待人，做個愛笑嘅孩子，咁樣呢，其他人就會自然想同我哋做朋友㗎啦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
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鍾意晴天定係雨天多啲呢？老鼠三兄弟住嘅地方最近日日都落雨啊，搞到佢哋咧好掛住晴天，於是咧就開會討論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啦。唔知佢哋嘅方法係點嘅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星光盒子，作者趙冰波，改編李美華，繪者洪藝林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佈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最近好煩啊，村入邊日日都落雨，白天呢就見唔到太陽，夜晚呢就見唔到星星同埋月亮。再咁落去嘅話呢，農作物就要死㗎喇。於是乎，三隻老鼠兄弟就坐低開會啦。每次坐低開會，佢哋都會諗到一個辦法。今次佢哋又諗咗一個好辦法喎。佢哋行動啦！三隻老鼠兄弟淋住雨，抬住一個好重好重嘅鐵盒，行去一個好遠好遠嘅地方。佢哋翻過9座山，渡過9條河，終於呢就嚟到陽光燦爛嘅地方啦。佢哋打開鐵盒，將燦爛嘅陽光收集落去呢個盒入邊。三隻老鼠兄弟又抬住好重好重嘅鐵盒，向住好遠好遠嘅屋企趕路。又翻過9座山，渡過9條河，終於翻到屋企啦。當然啦，村入邊仲繼續落緊雨。三隻老鼠兄弟爬到樓頂上，喺個鐵盒上鑿咗好多個細窿，陽光呢就從呢啲細窿度透咗出嚟。遠遠咁望去，就好似有好多星星喺度發光咁。遠方有好多星星見到呢一個星光盒子，啲星星就話咯：睇下嗰度有好多星星啊，我哋過去睇下咯。於是呢，星星就嚟到村嘅上空啦。星星嚟咗，雨就停啦。第二日，太陽出嚟啦，村入邊嘅動物都喺度慶祝晴天嘅到來。但係呢，三隻老鼠兄弟就喺房度嘆氣喎。哎呀，我哋淨係得一個鐵盒咋，但係佢而家上面都係窿窿啊！小朋友啊，老鼠三兄弟嘅方法原來係用個鐵盒運送陽光，陽光吸引咗星星，驅散咗烏雲，為大家帶來晴朗嘅天氣。喺日常生活當中遇到問題，我哋會覺得苦惱係好自然嘅。大家可以學習老鼠三兄弟，有疑難嘅時候就同屋企人商量，用團結嘅力量解決問題，話唔定仲會諗到創意嘅方法㗎喎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你中意呢個故事，歡迎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中華文化小教室隆重登場啦！我哋推出一系列中國非遺手作課程，專為5至9歲小朋友設計。課程包括製作傳統花牌、迷你長洲包山、迷你醒獅獅頭、粵劇頭冠、傳統竹編線，當然唔少得製作應節嘅中秋花燈啦。課程會為小朋友講解非遺文化知識或者節日小故事，再手把手教授點樣製作以上作品，一齊投入繽紛嘅中華文化世界啦！小朋友啊，你哋夜晚係自己一個人瞓覺，
定係要爸爸媽媽陪住嘅呢？今日故事嘅主人翁盧弟弟好驚自己一個人瞓覺，但係佢今晚終於成功克服恐懼。究竟佢用咗啲咩方法呢？一齊嚟聽下佢今晚嘅經歷啦！你也不敢自己一個人睡覺嗎？作者維諾尼卡·庫奇，繪者根萊特·霍夫曼，譯者謝靜文。屋外面天就嚟黑啦，盧弟弟嘅屋企開始忙碌起嚟，換好睡衣，準備上床瞓覺。媽咪望咗一眼時鐘，落咗命令。盧弟弟跑入浴室刷牙，哥哥都跟埋入嚟。跟住媽媽過咗嚟，佢幫盧弟弟同哥哥冚好被，再輪流親吻佢哋。小寶寶們，眯埋眼睛，唔好再講悄悄話，亦都唔好東張西望。晚安咯，祝你哋有一個美夢。媽咪一閂埋房門，成個房間變得黑漆漆。黑夜妖怪出門嘅時候到啦。盧弟弟有個好伙伴，專門用嚟對付嗰啲可怕嘅大妖怪，嗰個就係小兔兔。佢緊緊咁攬住兔兔，準備要瞓覺。哼，竟然要攬住毛公仔先瞓得着，你好呆啊！隔籬傳嚟宏亮嘅說話聲，原來係盧弟弟嘅哥哥。哥哥成日都取笑佢，因為哥哥瞓覺嘅時候唔需要攬住公仔，夜晚會有妖怪跑出嚟。哥哥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可笑嘅念頭。唔好煩我啦，我本身就嚟瞓着噶啦。哥哥仍然唔罷休，好幼稚啊！冇毛公仔就瞓唔着。瞓喺床上面嘅盧弟弟翻身背住哥哥。即使係咁，仍然聽到背後嘅講話聲，好幼稚啊！根本就係小寶寶，唔敢一個人瞓覺。盧弟弟再忍唔住啦，佢落床將小兔兔放喺地板上面。我先唔驚啊，一啲都唔驚。一講完就趕忙撩翻柔軟嘅被窩入邊。突然之間，盧弟弟諗到件事。小兔兔從來都冇自己一個人瞓過覺噶喎。於是佢嚟到玩具箱，幫小兔兔揾咗個盤，等米米鼠嚟陪你啦。將米米鼠同小兔兔放埋一齊之後，盧弟弟返到自己床上，哥哥止唔住偷笑。過咗一陣，盧弟弟仲係好擔心。米米鼠咁細，如果佢遇到黑夜大妖怪，咁佢點算啊？於是佢又落床為米米鼠揾咗個盤。有半亨利陪住，你會放心一啲噶。安頓好3隻公仔之後，盧弟弟再次返到床上，哥哥嘅取笑聲卻從來冇停止過。雖然米米鼠、小兔兔同半亨利已經安頓好，但係盧弟弟都仲係冇辦法安心瞓覺。米米鼠同半亨利從來都冇喺個箱外邊瞓過覺，佢哋一定會東諗西諗，越諗越驚㗎喎。於是盧弟弟行返去玩具箱旁邊，將各式各樣嘅毛公仔拉出嚟，將佢哋堆埋一堆。大家都喺埋一齊，你哋可以瞓個好覺啦。盧弟弟好滿意咁話，佢撩翻床上，哥哥仲喺度嘲笑佢啊。盧弟弟瞓喺溫暖舒適嘅床鋪上面，感覺自己好快就要進入夢鄉，但係腦袋入邊突然彈咗個念頭出嚟，令佢清醒過來。可憐嘅大家，佢哋會唔會凍到打冷震噶？佢跳落床，衝向衣櫥，抱起3條氈，冚喺所有嘅玩具身上。晚安啦，祝你哋有個好夢，大家聽日見咯。盧弟弟返到床上，
確定自己已經將一切都張羅好咗。而家佢真係攰啦，盧弟弟一眯埋眼就墜入沉沉嘅夢鄉，瞓得好冧好冧。哥哥喺隔籬床上，其實都有少少驚㗎。盧弟弟，你瞓咗未啊？小朋友啊，盧弟弟雖然一開始瞓唔着覺，而且自己都好驚，但係都不忘關心佢嘅公仔嘅感受，夠唔夠暖啦，驚唔驚啦？喺望嚟望去嘅過程當中，攰到瞓着咗。我哋都可以學習盧弟弟一樣，多多關心別人嘅感受。例如爸爸媽媽放工返屋企好攰，我哋可以俾佢哋一個擁抱。見到朋友唔開心，我哋可以安慰一下，做一個貼心嘅好孩子。今日嘅故事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